美国和法国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协议。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·奥斯汀和法国国防部长菲罗劳斯·帕利在五角大楼会面，两国部长签署了加强美法特种作战领域合作的路线图。美国商务部周五宣布，列增34家国外实体加入制裁黑名单，其中包括14个涉嫌在东突厥省侵犯人权及进行科技监控的中国实体。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新闻稿宣布，其中14家中国企业与实体涉嫌对维吾尔人、哈萨克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镇压、大规模拘留与高科技监控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全民动员部队下属的正义联盟运动表示，已经用尽所有外交渠道，为了将美国士兵撤出该国。什叶派武装团体别无选择，只能与美国作战。欧洲议会7月8日以578票赞成、29票反对及73票弃权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，敦促欧盟及成员国的官员不要出席北京冬奥会。欧洲议会呼吁欧盟官员不要出席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，除非中国改善香港和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。沙特当局宣布，郭尔邦节的第一天将于7月20日星期二开始。郭尔邦节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，时间是伊斯兰教历的12月10日，即朝觐期的最后一天。意大利埃托纳火山进入又一轮密集喷发期，喷射的岩浆和浓烟直冲云霄，最高达1000米，仿佛烈焰在夜空燃烧。据报道，喷出的灰烬被风吹向南，在卡塔尼亚市上空倾盆大雨。乌兹别克斯坦维吾尔文化中心主席哈里玛·巴拉托娃女士因感染武汉病毒去世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热比亚·卡迪尔女士就爱国、开明、热爱艺术的哈里玛·巴拉托娃女士逝世发表声明，向乌兹别克斯坦和所有海外的维吾尔人表示慰问。